我感到无法负荷，我知你永远不放手，就算我失落到一无所有，我知道美好是必定为我成就，你良善总是超乎我所想所求，你开道路就在旷野中，什么你爱都能胜过，我知道美好是必定为我成就。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欢迎大家再回到永光来敬拜我们的上帝。今天虽然冷气有一点故障，但是我们凭着神赐给我们一切的丰盛，给我们那个心里凉、身体凉的一个恩典哈，我们一样怀着敬虔的心、渴慕的灵来聚会聚会要在1分钟之后就开始。请交谊厅的弟兄姐妹进到会堂里面来就坐。有2点提醒，请各位将您的手机关到震动或飞行。请不要把饮食带到会堂。谢谢各位的配合。哈利路亚，阿门，哈利路亚，阿门，好火热啊！感谢主，今天给我们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感受，就是在没有冷气的当中，我们仍然要喜乐来赞美神，阿门。因为不论环境如何，在我们的里面有一个不能震动的国，就是要我们定睛在基督的身上，因为我们所信的神，我们的主，他是尊贵、荣耀、光辉，阿们。他配得我们称谢他，哈利路亚。牧师邀请弟兄姐妹们一同起立，哈利路亚。我们已经预备好我们的心，要来赞美这一位尊贵的神，因此我们全人、全心、全意来赞美他，是要使尽我们能力，然后我们吃奶的能力，我们要来跳舞赞美他，因为我们的神是跳舞的神，阿们，哈利路亚。首先牧师邀请我们来欢迎圣灵，你渴慕圣灵在你的里面来运行吗？你渴慕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让我们能够专一定睛在他的身上来赞美他吗？哈利路亚。牧师邀请我们举起我们的双手，哈利路亚。我们一起来说，圣灵我欢迎你，圣灵我欢迎你，圣灵我邀请你，圣灵我邀请你，圣灵我渴慕你，圣灵我渴慕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是的，耶和华他创造穹苍，诸天述说他的荣耀，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是穹苍在述说神的美德，从这日到那日传出神的知识，从这夜到那夜在述说神他极大的荣耀，而那荣耀
要赐给凡敬拜他的人。阿们。阿们。当我们敬拜他的时候，我们就是渴慕他，我们就是归荣耀给他。哈利路亚。这个时候我们要用主祷文，我们要一起来祷告，请。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阿们。你来跟旁边的你跟他说，我们要用歌声、舞蹈来赞美神。哈利路亚。歌声舞蹈赞美神。阿们。全地万物都要来赞美他。阿们吗？阿们。让我们用喜乐的心一起来信心来宣告，并且用喜乐的心来赞美我们的神。主赐给我不动摇的信心，海浪之中你伸出大手拉住我，救出去我心中所有的怀疑，旷野之中紧紧跟随，远处活主。海浪之中我必不沉沦，我必不迷路，不退缩也不害怕，不动摇也不放弃，因我深信你应许不改变。困难之中我仍然赞美，疑惑之中我仍然祷告，心在水面的信心，刚强壮胆的前进，我的神必在前面为我征战。好不好？让我们从头开始唱的时候，我邀请每一个人再散开一点，让我们每一个人可以跳舞的空间可以更多一点。跟你旁边说，我们一起热情跳舞来赞美神。我们一起热情跳舞赞美神。好的呀，我们一起来唱。主赐给我不动摇的信心，海浪之中你伸出大手拉住我，救出去我心中所有的怀疑，旷野之中紧紧跟随，远处活主。我们一起用舞蹈来赞美神。海浪之中我必不沉沦，之中我必不迷路，不退缩也不害怕，不动摇也不放弃，因我深信你应许不改变。困难之中我仍然赞美，疑惑之中我仍然祷告，在水面的信心，刚强壮胆的前进，我的神必在前面为我征战。我们一起高举手来宣告，我的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相信就必得着。我的祷告，相信，只要相信，只要相信，只要相信，就必得着。我们一起来拍手赞美神。海浪之中我必不沉沦，旷野之中我必不迷路，不退缩也不害怕，不动摇也不放弃，因我深信你应许不改变。困难之中我仍然赞美，
信心，刚强壮胆的前进。我的生命在前面为我征战。我们将最大声的掌声归荣耀给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神配给我们更大声的掌声，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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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向你旁边的人，跟他说：“你跳舞好美，你跳舞好美。”哈利路亚！感谢主，我们每一个永光人都是跳舞的人，阿们吗？哈利路亚！让我们持续用活动的心来赞美神。赞美主生命，赞美主生命，你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心是广大，怜悯不断绝，你慈爱永远长存。让我们献上赞美祭，可以敬拜在爱里，不分时代在你殿中欢呼大喜乐。让我们数上你恩典，赞美进入你的眼，神的高有救必永留在这地。赞美主生命，赞美主生命，你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心是广大，怜悯不断绝，你慈爱永远长存。让我们献上赞美祭，合力敬拜在爱里，不分时代在你殿中欢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感谢主，让我们的火热不止让冷气坏掉，但是我们深信我们的热情又冲破天际，阿们吗？跟你旁边人说，上帝喜悦你的赞美，上帝喜悦你的赞美。我邀请每一个人，我们再一次张开我们的双手。我们的赞美，我们的敬拜，要带来医治，要带来恢复，要带来造就，要带来祝福。好不好？让我们今天早晨，让我们用一颗心敬拜神的心，让我们一起用这一首诗歌来赞美他，因为在神凡事都能。亲近你是我心唯一盼望，耶稣你耐心等候，因你同在，我的信心被点燃，耶稣你是我所需，我愿向你敞开我的心，我向你敞开我生命，求你运行在这地。我凭信心紧抓住你不放手，因我心靠你话语。我高举手，渴慕看见你神迹，你的心事到永远，你的心事到永远。我愿向你敞开我的心，我向你敞开我生命，求你运行在这地。我愿献上，我愿献上我全心全意，预备自己领受你，求你运行在这地。在这个时刻，凡事都有可能，奇迹从天降临，运行在这地。我们同心欢迎耶稣尊贵君王，你的荣耀同在，充满在这。我们高举双手，一起来宣告：在这个时刻，凡事都有可能，奇迹从天降临，运行在这地。我们同心欢迎耶稣尊贵君王，你的荣耀同在，充满在这地。我愿向你敞开我的心，
把我们全人投注在耶稣基督身上的时候，你可知在你的里面内你是被圣灵充满的。阿们。圣灵要对你说话，孩子，我喜悦你的敬拜。圣灵要对你说，孩子，你是尊贵的，你是有价值的，因此你被我呼召来到这里来敬拜神。弟兄姐妹，我们的赞美何等的美，因为你的生命何等的尊贵。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牧师看到在这当中，就如同天使般对神举起那极大的赞美。所有的赞美不是归于哪一个人，那也是归于这万王之王，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哈利路亚。弟兄姐妹，主耶稣他说，奉耶稣的名，2个人3个人在地上聚集的祷告，他必在其中。阿们吗？哈利路亚。这个时候是我们基督徒，我们要行使我们权柄的时候，你要知道，你的祷告是大有能力的，你的祷告带着信心也必成就。阿们。上个礼拜是母亲节，我们在状元楼在宴会厅，我们有500多个人参与，其中有173位都是未信主的新朋友。我们在这一期我们是幸福小组，我们认领了1200多位未信主的朋友。弟兄姐妹还记得吗？2025全家归主。因此在这个时候，我们要为这一些神已经把他们带到教会来参与我们其中，他们也听见了这福音。然而我们需要更多的祷告，拖住他们的灵，叫神的灵在他们的里面来动工，好叫他们的心向神敞开。因此我们这个时候要来为这些的 base 的朋友来祷告。我们现在我们要来 RPG， 好来，我们一个人找一个人，我们2个人，我们会的带不会的，会的来带不会的。好，我们也欢迎我们今天有大安教会的青少年在我们当中，我们的青少年来带领他们来祷告，为了这些 base 的信主来祷告。哈利路亚。我们的小组长来协助来带领，小组长来看一下。哈利路亚。大声的来宣告祷告。哈利路亚。哦啦啦啦啦啦。祝你的灵充满，你的圣灵运行在每一个2个人3个人共主名祷告的地方。哈利路亚。没有一个人是孤单的。哈利路亚。主，我们为这些的 face 的，主他们渴慕你，他们需要你。主啊，你的公义要在他们当中，你要祝福我们中永和，祝福我们每一个家庭。还没有信主的，主他们都要来向你敞开，因为他们就是神的儿女。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谢谢主。主，是我们的祷告乃是奉耶稣基督你的名，因此主你必从天而降。主啊，因为你垂听义人的祷告，义人的祷告大有功效。谢谢主。主，当我们纪念这些家人的时候，我们提名的时候，主他们必在你的手中。主啊，你要挪开他们心中所有的忧虑，所有这些民间的崇拜的偶像的崇拜。主啊，你要在里面做洁净的工作。谢谢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谢谢主，哈利路亚，谢谢主的凡事都有可能，奇迹从天降临，运行在这里。祷告完的一起来敬拜，同心欢迎耶稣尊贵君王，你的荣耀同在，充满在这里。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是凡事都有可能，奇迹从天降临，
我们的手张开，你的手可以敞开到多大？你对神的渴慕就有多大。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求你运行在这地。哈利路亚。我愿你对耶稣而献唱，上我全心全意，在平静安稳中，预备自己领受你会觉得很凉，因为圣灵在你的里面。求你运行在这地。哈利路亚。我愿向你敞开我的心，向你敞开我生命，求你运行在这里。主，我们献上，我愿。宣告说：耶稣，你已运行在这地。我们一起来宣告说：耶稣，你已运行在这地。还有好多人没有跟上节奏。好，再来一次，把你的右手举起来，我们来宣告：耶稣，你已运行在这地。一起来，请耶稣，你已运行在这地。三次哈利路亚，归赞美给主耶稣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阿门。刚刚在赞美当中，你有流汗的举手一下。哈利路亚！哇，这次真的热情起来了哈！以前很少有流汗的机会。我们为今天冷气坏掉，只有剩下一台，我们还可以这样赞美神，这么的热情，然后彼此之间这么的互相的尊荣。我们为了有这样的氛围，我们掌声谢谢圣灵。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等一下，你跟旁边的你跟他说，待会会更热，但是我们的心会更平静。会更热，心会更平静。哈利路亚，圣灵叫我们有凉意，很凉爽哦。好，大家请坐。这时我们要来攻读圣经。圣经记载在何西阿书13章4到6节，及马可福音1章12到13节。我们一起来攻读。请，我自从你出埃及地以来，我就是耶和华你的上帝，在我以外，你不可认识别神。除我以外，并没有救主。我曾在旷野干旱之地认识你。这些民照我所赐的食物得了饱足，既得饱足，心就高傲，忘记了我。圣灵就把耶稣吹到旷野里去。他在旷野40天受撒旦的试炼。
并野兽同在一处，且有天使来伺候他。我们圣经攻读到这里，愿神的话语成为我们一生的帮助。这个时候，我们要请玉山神学院的院长张秋雄牧师来证道，他的讯息是：我们的旷野在哪里？张牧师，请。感谢神的恩典，今天是我们1年1度的玉山神学院的奉献主日。那真的特别恩典，牧师在永光家25年，然后呢，坏掉冷气像这样子，大概是第3次而已。意思就是说7年才有1次，所以7年的恩典，今天得着，又因为张牧师来，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旷野我们必然经过的，这个记号会成为祝福的记号。我们欢迎张牧师，张院长。来到当中，和大家一起敬拜赞美，我好像真的年轻了好几十岁啊，对啊，真的是感谢神啊！今天是玉山神学院的这个奉献纪念主日。首先我要代表玉山神学院的全体的师职生，向我们的高牧师、周牧师，还有潘牧师。还有所有的在座的长老、执事们，特别是在座的所有的弟兄姐妹们，在这里来问候大家平安。去年花莲的大地震04、03，玉山神学院也在花莲吕一潭那个地方，我们也受到了不少的伤害，所以这一次的玉山神学院，我们会在蒙甲教会来举办一个玉神之夜的感恩音乐的响宴。透过这个响宴，要在那里见证，任何有苦难的地方，背后呢，都会有牧者、弟兄姐妹带祷的手在那里。任何有苦难的地方，我们都可以见证那看不到的手、祈祷的心，都会在后面来支持这苦难的土地。我们要在那个地方来做一神之夜的感恩音乐相宴。如果大家有时间，今天晚上的7点，我们会在那里举行。在今天我们所读的这段圣经经文里面，有提到了旷野。我们的赛德克族的圣经里面呢，没有旷野这个字，所以我们就不得不用这2个字呢来表达旷野，叫做 Dadus Belenoch。Dadus 就是光秃秃的意思，也就有点像牧师的头呢越来越亮了，那个也叫Dadus的意思，但是没有平原，那小平原而已，今天我们所读的这个经文里面呢，上帝的话透过了何西阿先知，也在那边说到说，我曾经在旷野，就是那干旱之地，认识了你。今天我要站在一个主前第6世纪，也就是何西阿书已经被编辑完成的那个时代，来思考到底何西阿先知他所说的旷野是什么意思。而且那个时候的以色列人，他们已经离开了家乡，分散在不同的地方里面。何西阿先知的旷野，他到底要对当时的以色列人说什么呢？今天又是玉山神学院的奉献纪念主日，我期待也能够站在一个玉山神学院原住民神学教育的这个立场，也能够来思考，我们作为台湾原住民，到底我们的旷野又在哪里呢？
今天我们所读的这个圣经经文里面的焦点，就是在旷野。我们的旷野又在哪里呢？第一个，旷野，他在这里是说到了以色列人，他们在那里已经形塑了他们民族的认同在那里。所以每听到了旷野的时候，对当时的人是否又再次的提醒了他们：你们是谁？我们是谁？这个问题。旷野对以色列人来说，的确是一个民族形成、民族认同的一个最起初的一个地方。我们在这个地方看到了说，上帝的话说：“我曾经在旷野，就是那干旱之地认识了你。”但是他们得到了饱足，饱足之后呢，心就高傲，因而也忘记了上帝。今天上主的话语里面，我们可能要问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以色列人要一代一代、一代又一代的一直在那边重述这种旷野的经验、旷野的这个传统的故事，在他们当中呢？我们如果再仔细的思考圣经经文里面当时的那一些以色列人，那时候的以色列人，其实他们已经经历过了亚述帝国，也经过了巴比伦帝国，甚至于在那个时候，他们还在波斯帝国的这个统治底下。如果我们算这个时间，至少也有450年，那么长的一段时间。上帝透过了何西阿先知的口，提醒了当时的以色列人，要重新的回到旷野里面，因为那个旷野就是上帝认识你的最起初的那个地方。但是以色列人他们没有，他们所高举的不是这个样子的。这里高傲，它原来的意思就是高举的意思。他们高举的是什么？他们成为了亚述人。他们高举的是什么？他们成为了巴比伦人。他们高举的是什么？他们成为了这个波斯人。上帝重新的要提醒他们，你们应该高举的就是你们是以色列人。在我们的神学教育上面，最喜欢做的一件事情，就是透过学校的3天的劳动侍奉周。这个劳动侍奉周是什么意思？就是从院长开始，一直到所有的这个老师跟每位同学，在这3天当中，大家都要穿工作服，手里拿着镰刀，手里拿着锄头、本机，来整理所有的校园。透过老师、学生们在清理这个土地，在跟土地做最深层的对话的时候，可以让玉山神学院所培养出来的新一代的年轻人，可以认同土地，可以知道在部落里面大部分的原住民都是劳工阶层，他们都是用他们的双手，用他们的双脚，在那个地方跟土地有很好的这种连接在那里。我们期待这种的原住民的神学教育，就如同何西阿当时对他们所说的：当你们忘记了你们是谁的时候，不要忘记了上帝在旷野那个地方认识了你。你们不是亚述人，你们不是巴比伦人，你们更不是波斯人。
上帝好奇妙，我们的人生当中，上主认识我们的时候，通常都是在旷野的时候，因为在当中有许多的年轻人。我要讲一点我小小的那个见证。我个人在认识上帝的时候，过去常常都来礼拜、来教会，但是我不认识上帝，好像都已经习惯了而已。我真正去感受到上帝存在，那个是我人生当中最黑暗、最低潮的时候。我生了一场重病，在医院里面，在我的宿舍里面呢，我突然听到了外面有一个很美的这种歌声。原来就在我们的对面有一个教堂，刚好有这个布道会。我不晓得为什么这个声音把我拉去了那个教会。当时的那个牧者的这个讲道篇，每一句每一个字都扎在了我的心上。那天晚上我决志成为了基督徒，开始上帝的话就一直在我的心里面，一直在跟我对话。就如同今天的何西阿先知所说的，我真的是如同在旷野当中，上帝认识了我。我不仅仅是被上帝认识了，我更是在上帝的话语里面，我的旷野当中也抓住了神最大的恩典在那里。我们的旷野在哪里？这个旷野说，上帝那个时候认识了你，不单单是认识了你，更是认识了我们是什么人。第二，在这里旷野，他在那边说到了是一个脱离帝国奴隶得到自由的这个记号。上帝的话在这里说到了说，圣灵立刻把耶稣催促到旷野去。他在旷野40天受撒旦的试探，并与野兽同在一起，却有天使来侍候他。好奇怪啊，或是我们很奇妙的一个地方，在这里竟然用了2个很特殊的字，一个是立刻，一个是催促。为什么圣灵一定要立刻，不能够有迟疑，不能够怀疑，而且还催促的耶稣进入到旷野？到底他要表达什么东西呢？我们如果看这个圣经经文的这个前后，我们已经知道耶稣他已经知道他自己是弥赛亚了，因为上帝已经跟他说，你是我的爱子了。他可以直接去传上帝国的福音呢，但是奇妙的，圣灵就立刻催促了耶稣基督进入到这个旷野，去经历一个旷野的经验在那里。学者们大概都可以同意，耶稣他在旷野受试探的地方，就是在耶利哥附近的这个山，叫做加贝尔卡乱塔的这个地方。我们可能要问的一个问题就是，圣灵那么样的催促耶稣，却不带领他到当时最繁荣、政治、经济、宗教、财富最多的那个耶路撒冷，却带领了耶稣进入到旷野的这个耶利哥这附近的这个山上。其实圣灵要耶稣去连接以色列人，他们祖先进入到迦南地的时候，
的那个第一站，就是在约里哥。圣灵要耶稣去连接，去回想过去以色列人祖先，他们的祖先在旷野里面如何脱离了帝国的奴隶，进入到旷野，成为自由，成为独立的这种自由人的这个旷野的经历。这种的经历可以让耶稣在开始宣讲上帝国的这个福音的时候，它的内涵呢也增加了好多的内涵，甚至于透过了耶稣基督的旷野的经验，也让我们所有在跟随他的每一位基督徒们，因为耶稣的旷野经验，让我们知道上帝国的内涵里面，它是一个争取自由民主的，是在追寻着自己的祖先的土地，是在想念回忆我们的乡土的这种的信仰在那里。耶稣的这种旷野的经验，让上帝国的福音的内涵也加深了许多。难怪圣灵要如此的立刻要催促，耶稣还没有在宣讲上帝国的福音之前，让他做这深深的连结。我们的旷野又在哪里呢？我们都知道，以色列人在当时已经没有了国家，他们已经没有了自己祖先的土地，但是我们还有国家，我们还生活在自由民主的这个国家里面。所以我们的旷野应当要守护我们台湾的这个民主的这个自由，不要再从旷野再一次的回头进入到埃及，再去做这种奴隶的身份在那里才对。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所设立的玉山神学院，所在强调的就是站在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信仰，将信仰定根在本土上面，去关心人权，关心自由。这个是玉山神学院原住民神学教育上面我们所强调的，就如同耶稣的上帝国里面那种旷野的经验，要提醒我们的，只要是有耶稣基督同在的地方，它必然是自由，是民主，是追寻家乡，寻找乡土，去认同乡土的这种信仰在那个地方。第三，旷野它是一个领受上主首次的这个文化传统的这个地方。在我的电脑的这个资料夹里面有一个资料夹，我把它称作原住民神学家，当中有一个我好喜欢的一位西非的一个原住民的这个教育家，他也是一个牧师，他叫 Edward Biden。他曾经有说过这么一句话，他说 ：“It is not the business of imperialism to make man, but create subject, not to save souls, but to rule bodies。”他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帝国主义的任务，它不是去创造人啊，而是去创造顺民；不是去拯救灵魂，而是要统治肉体。所以帝国它在创造的是什么？创造有眼睛，但是你眼睛不能随便看；有耳朵，你耳朵不要随便乱听；有嘴巴，嘴巴不要乱说；有头脑，头脑也不要乱想。我们直接接受帝国的统治，做帝国的奴隶就好了。所以有人就问了拜登，我们要怎么样重新的找回自己作为非洲原住民的这个尊严呢？拜登他就回答了这句话，他说要重新的回到非洲，
重新的回到非洲自己所属的这个原住民的文化传统，寻找在上帝里面自己身为非洲人的这个尊严。所以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得到，我们只要一敬拜上帝，上帝就会让你看到你拥有的文化传统是那么的特别，它会让你更能够感受得到，成为这个民族啊，是上帝最大、最特别、最好的智慧在那里的。越信上帝，你越能够看到台湾土地上面有不同的民族，我们更应该要尊重他们的民族、他们的文化传统。这些传统会让我们更加的深刻知道，上帝在那边所说的这句话：上帝以外没有救主。意思是说，我越认识上帝，越知道我的文化传统呢，有上帝的智慧在那里，有上帝是唯一能够让我知道我自己文化传统的这种珍贵的一个地方。我在脸书里面看到有这么一句话在那边说到了，他说台语不是语言，更是我们文化跟情感的记忆。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会说台语的人呢也就越来越少了，我们的语言呢也正在这个悄悄的流失。在刚才休息的时候，我特别跟我们的周牧师讲说，我好欣赏你们教会呀，我走过了好多的教会，但是我能够看到敬拜赞美的年轻人竟然用台语来敬拜的那么的流畅啊！我要竖起大拇指，要告诉你们说，太厉害了。我看过好多不同的教会，能够使用自己的母语在那边敬拜赞美的，你们算是数一数二了。我还要再举起大拇指告诉你们说，你们做对了。因为我们的语言呢，不是帝国给我们的，不是吗？你只要一强调了我们的文化传统，你就更能够在那里敬拜上帝啊！因为这个呢是来自上帝那里的。我的台语呢是在台南神学院学的。有一个地方我好喜欢的，就是俗语，就是你们所说的小故。小故里面呢有好多很珍贵的这个生命智慧，还有这个老人的这个智慧哲学在那里。比如这句话，来换你们来念念看好吗？来，一支草一点露。哇，好厉害啊！我第一次听到年轻人竟然可以念那么大声的，你们的声音最大声了，表示呢牧师的这个台语的这个什么教导很有希腊。你就会发现到，你如果在当中呢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的话呢，请你去问问你们的老人们，你会发现到这个俗语里面呢有好多的智慧在那里的，有好多的哲学在那里的。所以你会发现到我们每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啊，都有上帝的智慧在那里的。你越喜欢自己的文化传统，你越能够在那里敬拜、赞美我们的神，他的这种智慧是何等的美，让我们拥有这个语言、这个文化传统在那里。就如同今天上帝的话这里所说的，自从你出埃及地以来，我就是耶和华你的上帝，除了我上帝以外，你不认识别的，在我以外并没有救主，在我以外并没有救主。要放在旷野的情境，要放在以色列人拥有这个文化传统这么特别的这个情境里面来思考这句话，你就可以知道说，
当我用我的这个文化传统、我的节期，在那个地方来一起庆祝的时候，你就会赞美神。这个就是来自上帝的带领，上帝的智慧。玉山神学院，我们说它是长老教会所设立的原住民的神学院，在学校里面我们也有好多组，所以我们也只能够用华语来沟通。在那个地方，今年开始我们要设立一个新世纪的城乡耆老养成学院，因为我们知道新一代的原住民传道人要回到部落里面，如何重新的找到他们成为台湾原住民的这种尊严，就必须要从文化传统那边开始。就如同以色列人一样，他们在旷野里面认识了上帝之后，从那个地方开始，他们拥有了自己的文化、宗教传统和特别的节期是一样的。我们在祷告当中来继续纪念玉山神学院这新的事工在那里，让新一代的原住民的传道人进入到原住民部落，不会失去掉作为原住民的这种内涵在那个当中。最后我要做一个结论，旷野透过何西阿先知的口提醒了我们当时的以色列人，旷野不要忘了是形成你们成为以色列人这个民族的一个认同的一个记号在那里。他在那里认识了他们，但我相信我们也都有我们自己的这种旷野的经历。第二个，脱离帝国奴隶得到自由的这个记号，也是深深的告诉了他们，纵使在帝国的统治底下，追随上帝都会拥有追求自由跟民主的这个信仰在那里的。最后就是领受了上主所赐的文化宗教传统，这是要让当时以色列人不要忘记了。那我们的旷野又在哪里呢？我常常会提醒在学校受到原住民神学教育的未来的原住民传道人，常常提醒他们，我们是台湾人，我们是台湾原住民，这种身份我们永远拿不掉。就如同我们敬拜上帝，越敬拜上帝，越能够知道我们应当要守护台湾的民主自由，延续我们自己身为台湾原住民的这个文化传统，因为那个是无法取代的。最后我要说，上主以外没有救主。当我们认定了这个信仰之后，我相信我们会深爱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会守护我们自己的乡土跟家园，我们会去更加的尊重我们居住在台湾的每一个不同的这些民族们，他们都有自己的文化宗教传统。今天是玉山神学院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所设立的这个原住民的神学院，我要播放3分钟的短短的这个影片，来介绍玉山神学院在今年的一些事工。在看完之后，我们也期待，也举起我们祷告的手、祷告的心，来为我们做代祷。让
让我们来低头祷告。天父爱我们的神，谢谢您透过何西阿先知旷野的提醒，再一次的提醒你所设立的玉山神学院作为原住民传道人培育的地方，求你再一次的提醒我们，我们所领受的使命。我们更在今天将玉山神学院的需要也都摆上给你，求你亲自来感动。背后有许多带导的手，关心的心，能够来支持玉山神学院在你面前所要做的事工。我们将祷告都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感谢主，让张院长把神的话语带到我们当中。我相信对我们的生命、对我们的家、对我们教会、我们的社会都有极大的一个提醒。对以色列人来讲，为什么旷野事件那么重要？因为对以色列人来讲，那是他们跟上帝最亲密的时刻，所以我称他那个阶段漂流的时段40多年的时间，我称为那是蜜月期。我们说蜜月期，蜜月期是不是最甜蜜的？是的，是最甜蜜的。而为什么神我们刚好读利未记结束，对不对？我们也一起读经计划的，你就看几乎每一章，上帝都有重复一句话，就是我是从埃及地为奴之地带你们出来的上帝。然后呢，他说我就是你们的上帝，你们是我的百姓。这是旷野之中一个刚开始非常重要的事件，就是在西乃山的事件。所以为什么能够经历旷野？为什么神会不断供应他们，甚至为他们征战？那是因为他们承认上主以外别无拯救。阿们。所以我们感谢主，透过今天依然在提醒我们，你的生命的旷野是什么？那个旷野还是你捆绑你，还是让你不断的贬低自己的经历吗？还是那个旷野已经成为荣耀的记号了？这是非常重要。你以神为神，你以我们的上帝为上帝，上帝就把你捧在手心上，因为你是他所爱的儿女，他所爱的儿子。阿们。我们可以说我是上帝的太子，对不对？以色列这个名字本来就有这个意思哦，那棒不棒？对，我们是真以色列人。阿们。跟隔壁说，我们是真以色列人。我们是真以色列人。阿们。请我们起立，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来回应神的话语。心中渴望朝见你的容颜，进入你的同在，荣耀彰显，倾尽吐意在你施恩座前，卸下重担全心紧紧跟随，感谢你垂听我的呼求，谢你赦罪恩典永留，感谢你应许永远坚定，重新的你活出美好旨意，心中渴望朝见你的容颜，进入你的同在，荣耀彰显，施恩座前，卸下重担全心紧紧跟随，感谢你垂听我的呼
交托的时刻。你知道你的旷野在哪里吗？你经历的旷野是不是有神带领过，成为你最美的见证？如果你今天还在旷野当中的，愿神让你知道你是可以靠他胜过一切的，好不好？我们来一起为我们的旷野来祷告，为你的家的旷野来祷告，让你们经历神的同在，神的供应，神的救赎，让我们更相信这是神所喜悦的，好不好？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我们开口来祷告，我们说主啊，主啊，三声以后，我们先为自己来祷告，预备来，主啊，主啊，主啊，哈利路亚！主，我们谢谢你，让我经历旷野，让我经历你的带领，让经历你的供应，经历你的同在，经历你的拯救，经历你让我更认识你。主啊，谢谢你，让这旷野的经历是我永远永远的依靠。主啊，谢谢你，因为你拯救的记号就是让我明白，我只单单依靠你，在世上我别无依靠，在天上我别无依靠。我谢谢你，让我们能够知道，在这时刻我们愿意交托，在我们的生命的蓝筹里面，主啊，我们祈求你，我们陈列出来，愿你应允我们，让我们经历你丰富，经历你给我们医治，给我们能力，让我们走出这旷野，进入到迦南美地的喜乐。主啊，谢谢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时候好不好？牧师要请我们的小组长来做服侍的工作。如果我们小组人多，请不小也一起好不好？你就从圣灵感动的，你为你的组员来祝福的祷告，好不好？好，就在这个时刻，就在这个时刻，我们来进行。如果我们的长老看见有孤单的、有需要祷告的，在这个时候也可以按手为他们来祷告，好不好？我们求神让我们经历他的同在，他是丰富的，他是医治的，他是能够帮我们解决一切难处的，一切的答案都在他里面，好不好？我们开口来彼此来祝福祷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的组长来为我们的组员来祝福的祷告。好，如果你旁边觉得好像你比较孤单，你就找隔壁的人来为他祝福，也请他为你祝福，好不好？来，我们现在就来进行。请我们的长老来看后面的，如果我们那些没有在小组里面的，没关系，我们可以为他们来祝福祷告。哈利路亚！我们的长老也可以一起服侍长老们。哈利路亚！谢谢你。哈利路亚！把握时间，还有1分钟，还有1分钟的时间。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如果你没有人为你祷告，没关系，你可以为自己来祷告。你闭上你的眼睛，来跟主说：主，我把我的旷野交在你的手中，我把我的旷野交在你的手中，我请你带领我经历这旷野的路程。让我跟你更亲密，主，我要跟你同行，谢谢你。哈利路亚。感谢你垂听我的呼叫。谢你赦罪恩典永留。
神，我们为今天我们的冷气没有完全的运转，向你献上感谢。原来我们也可以这样，也许在燥热当中，我们依然可以专心来敬拜你。阿们。我们心是平静安稳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来对了地方。阿们。这是跟你亲密连结的时刻。你透过张院长，把你的话语再次的眺望我们，阿们。让我们知道那甜美的时刻，我们时时刻刻可以经历，就是与你同行，就必经历你无限的供应。感谢你，我们将我们自己所需所求的陈列在你面前，也把我们的社会国家所需所求的都愿你成全，好让我们真的在这里，在你所给我们这块土地当中，建立美好的家园，用信仰见证台湾是要奉献给耶稣的。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跟隔壁说，请坐。今天是玉山神学院主日奉献各位刚刚有看到院长张牧师介绍他们在4月3号地震之后的重建一切需要的经费。我们周报上有奉献袋，各位现在用1秒钟让圣灵大大感动你们，大大的感动你们，把你们今天口袋所有的把它奉献出去。我相信神会大大的祝福，就像我们宣告祝福玉山神学院重建之后的一切经费，上帝都早有预备。不止我们永光教会，更多的教会、社会的一些团体都能为玉山神学院来奉献。好，这个时候我们来奉献。奉献是回应上帝的爱，也是信心的行动。请我们以感恩的心、敬虔的态度来奉献。开始奉献。谦卑领受生命活泉，生命触摸重新的力，报答主恩诚心所愿，甘心乐意，全心全意，一切所有都属你，恩上加恩，礼上加礼，分别为圣归于你。遇到主，世人作见。兄姐，请起立。谦卑领受生命活泉，生灵触摸重新的力，报答主恩诚心所愿，甘心乐意，全心全意，一切所有都属你，恩上加恩，礼上加礼，分别为圣归于你，恩上加恩，礼上加礼，分别为圣归于你。兄姐，请坐。我们事工分享，请潘牧师。
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今天来到教会守主日的，就代表着你所信的神是伟大的，是配得你把今天这个时间来到教会敬拜他。阿们。所以我们都是智慧的人，感谢主，也让我们今天领受许多。好，这个时刻我们来关心我们的教会的事工。来，这个是我们读经运动是我们每一天所要导读的。我们一起来，请来第2行，来，请。我来本不是招义人悔改，乃是招罪人悔改。路加福音5章32节。好，那我们持续的手抄经文，还有每一天神的话语能够叫我们兴旺，神的话语叫我们得平安，并且神的话语叫我们得医治。每一天一定都要好好的吃下神的话语，阿们吗？哈利路亚。接着，我们特别谢谢玉山神学院的张院长，还有院长夫人我们请他们站起来，让我们再次用热烈的掌声谢谢他们。我们的院长夫人在后方挥挥手，好，感谢主，神也继续带领我们的张院长，让他在带领学校上面，还有他的家庭以及他未来的道路，充满了神格外的恩宠。感谢主。好，接着我们今天呢也有我们的客人是从大安长老教会的少年团契。他们的辅导传道带他们来，请站起来，让我们为你们鼓掌。哈利路亚！神要大大赐福你们呀！几位都在耶稣基督里，他们对你们有呼召，阿们。神验中你们了，好，请坐，请坐。好，再来，好，这是我们上个礼拜母亲节，我们在哪里啊？在状元楼哈，好，感谢主，让这所有的人因着那一天的领受，哇，很多人就递了那个我们所预备的母亲卡送给妈妈，很多妈妈跟牧师回应说，好感动哦，一辈子第一次收到小孩给的卡片哈。好，还有其他相片吗？我们再来看一下，好，这是我们那一天用庆典对妈妈的一个尊荣，对神的赞美，我们的舞蹈。儿童的舞蹈，还有我们的舞团，还有我们的长者，年纪最长的是99岁，哇！感谢主，还有我们的儿童，好，然后我们的打卡墙还有天使墙，很多的家庭，然后他们拿到卡片之后，心里面的感动，还有拿到教会所送的这次的礼物是什么？基金一盒原价2000多，你上网去看可以看到1450哦。好，所以这个基金要好好喝，喝完了之后呢，要好好的在你的家里面爱人，在小组服侍，在教会服侍，阿们吗？阿们，感谢主哈。好，另外呢，我们6月1号，哇，我们上半年度的街头布道来了。我们的街头布道，我们去年总共接触了多少人？还有印象吗？我们街头布道呢，当我们走出去的时候，200个人、400个人走出去的时候，我们接触了2000多路人，2000多位的路人，然后呢，有400多位他们决志要来信耶稣。所以这个街头布道呢，当我们踏出去的时候，我们的每一步一脚印都是在为这土地带下祝福，阿们。是，所以你知道吗？那个什么，那个北屯妈祖啊，你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他们在绕境，他们在做什么？他们就是在为土地祝福啊。我们基督徒呢，更要你行走遍地，然后要带下耶稣基督的祝福，因为唯有祝福是从耶稣基督而来的，阿们。所以呢，我们6月1号，那刚好这一天呢，荷兰的河流教会的青年呢，雪迪亚，我们看到这位姐妹。他呢听到我们要街头布道，那他在荷兰呢，他的教会他是负责街头布道的青年组的组长。他说他特别要来台湾看我们如何街头布道。
哇，所以他自己花钱，然后他跟 Pastor David 说他要来这边，然后来看到我们的街头布道。因为呢，在他们的街头布道当中，他们的教会大大的兴旺。他们一年接触多少人？9000人，一年接触9000人，让他们的教会呢不断的兴旺起来。所以街头布道是一个锻炼我们传福音的勇气跟信心。虽然会有遇到很多不一样的人的反应，但是呢，当你面对他，你眼神对着他的时候，就是神要对他说话了。他很快的就会得救，并且我们所接触到的人，那个人都因着你而蒙福，阿们。所以呢，我们小组呢，到了下个礼拜3，都要向小组员来报名，我们要参加这个街头布道的人数，因为我们要来预备点心哈。好，所以是在6月1号，那我们的小组来留意一下哈。好，接下来，那街头布道之前呢，我们一定要透过祷告。禁食祷告，让我们在各样的患难当中呢，神就为我们挪开，并且呢，增加我们的信心。所以我们需要神的平安跟神的能力，因为我们要穿上全副的军装哈。好，所以呢，第一个禁食祷告会是在5月26号，第二个祷告会是在隔天的礼拜2，然后呢，第3场、第4场。就是在5月28、29，所以我们总共有4场的禁食祷告会。那我们的小组呢，在聚会之前的30分钟，我们都聚集，然后我们要为了街头布道，我们要好好的求神，赐给我们勇气，赐给我们力量，也能够软化、敞开这些路人的心。我们相信我们的祷告带下对这土地极大的祝福。好，再来，我们6月8号呢？是我们的圣餐还有受洗。如果在座的你还没有受洗，你可以来报名，勇敢的来报名，因为受洗是神给我们的最大的礼物，而且是永恒的礼物哦。好，接着，那今天呢，等一下呢，礼拜之后，我们的幸福小组桌游的备课，请副长来预备备课哈，这个礼拜要使用的。那这个就是我们这个礼拜第5周我们的幸福小组桌游的小组，我们的进行状况，大家都乐翻了哈，非常的喜乐。然后贝斯的上帝也大大祝福在他们的身上，呀，感谢主。好，另外呢，我们这一期的幸福小组呢，即将要做一个结束，我们下半年再开始。那我们这一届呢，这一期的幸福小组的副长。好，在座是副长的，请举手。副长，好，小组长也举手，小组长也举手。OK， 好，我们6月1号呢，街头布道回来之后，我们有牧区小组的分享会，然后马上我们就要有组长跟副长的便当会。好，那我们要来了解一下，在这一期我们的幸福小组，我们执行的状况如何？我们要来荣耀神，要来赞美神，也要来尊荣我们的同工。所以呢，会有一个便当会，也是牧师对我们小组长跟副长的一个牧养的一个关怀的一个机会。所以组长也要参加，因为组长要支持副长。那这一届的副长要参加 ，OK， 好。哇，我们有喜事哦，哈！我们的青年，我们自己长大的孩子何佑生，还有我们自己的女儿林本玉，哈，2位在哪里？站起来一下。佑生哈，执事，他也是我们青少年牧区的区长。然后前区长是我们的本玉哈，然后感谢主，我们是内销哦。周牧师说我们都要内销哦，所以呢，他们这样慢慢的长大，然后他们经过交往，你们交往几年？7年半哦，7年半。然后他们在这个过程里面呢，是他们透过祷告、寻求，然后跟牧师会谈，还有他们也做了婚前的辅导。是，所以呢，他们呢决定要走入一个婚姻，要来荣耀神，一起服侍神，所以是我们非常棒的青年的榜样。下个礼拜是本玉跟佑生的订婚礼拜，在我们的副堂，所以呢，也欢迎弟兄姐妹来观礼，我们热烈掌声，恭喜他们，恭喜他们。
啊，看到他们就要看到孩子长大了哈。那他们预计是8月要结婚哈。啊，牧师期待了以后长大的一对一对来哦，哇，这是很美的祝福，在我们永光教会。好，接着来，那我们教会呢，在接下来的这个礼拜呢，都要粉刷墙面，所以呢，我们的 B 区的办公区跟教室呢，我们就不要通过那里啊，因为那个都在粉刷里面会很多粉尘，还有东西也乱摆，所以呢，我们这个礼拜各个小组你要使用的教室，你可能可以找外面的餐厅，或者是到你的家中。哎，不要因为这样子就没有小组聚会哦，哈，一个很好在家里面的一个聚会的时间。好，再来。那我们的乐龄营呢，因为粉刷，所以呢，乐龄营明天呢就暂停聚会一次。好，那我们的儿童跟青少年的5班呢刚结束哈，那我们呢在10月呢就开始，所以呢我们现在刚结束呢，我们也要赶快来报名。还有星光学院礼拜2、3、4下午4点到8点，在这里有课程的辅导，还有英文课程，所以呢非常的丰盛。我们现在呢星光学院大概有23位学生哈。是，所以这个是我们透过我们自己的建造，让这一群孩子能够认同教会、认同土地，并且看见自己的意向，看见自己的价值。好，上帝祝福。那另外呢，我们也特别来关心主恩小组的季玉贤，他在上个礼拜因为不舒服来住院哈，所以我们来为他祷告。还有美娟是民谦小组的美娟，再来是秀莲小组的小雨的父亲志贤，还有国良兄，是，所以这些的弟兄姐妹，我们每一天都有 RPG， 对不对？每一天 RPG 的时候，为这些人提名祷告，我们深信在我们的祷告里边，他们都能够得着力量。感谢主。好，那有相关的，我们都可以在网站上面连结来了解教会的一些的消息。那另外呢，我们的在5月6号，我们举行了我们的苏立清执事的告别礼拜，那他的儿子基甸他们今天有来，对不对？好，还有孩子是不是？来，请他们站起来，他们要向我们答谢。在这一个很长的过程，我们陪伴立清姐，在她生病的过程，我们不断的为他们祷告，一直到这个她在这个世上的一个毕业典礼，一切都非常的荣耀神。那这是她的家属他们也在这里跟弟兄姐妹跟我们一鞠躬来跟大家谢谢对他们家庭的支持。我们继续为他们祷告，让立清姐的后代持续的跟随耶稣，跟随到底，阿们吗？我们也掌声欢迎他们。好，那在这边有没有我们新的朋友在这里？你看一下你旁边的，你认识他吗？你认识他吗 ？OK， 好，那你要大大的为他祝福。这个时候，我们一同起立，我们要彼此来祝福。愿你有个好心情，是平安喜乐在心里，天天充满平安喜乐。让我们来祝福你，每一天有盼望。来一个大爱心，向旁边的人祝福你，爱你，让爱围绕你，喜乐充满你，烦恼我们请院长向后转来，我们来跟院长来给他大大的爱。我们来
们仍然站立，我们请张院长来为我们祝福的祷告。愿上帝的祝福，透过耶稣基督的救赎所带来的平安，以及圣灵随时的扶持与帮助，与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们同在，从今时到永远。阿门。大家平安，平安。上帝祝福我们，也祝福透过直播一起跟我们敬拜的弟兄姐妹，无论你们在国内国外，神都与你们同在。大家请坐，我们下个礼拜见。上帝祝福我们。